1972年，马来西亚侨生陈琴生来到成功大学化工系读书。学期开始，敢若上7节课，都无机会搁再倒转去学校啊。陈琴生过会记得，迄天的台南好天好日。下课了后，伊准备要倒转去宿舍，煞叫一个姓文的查甫人甲伊借话。这个人甲陈琴生讲，伊有一个同乡的亲戚来台北，想要招伊上北，所以陈琴生就对这个查甫人上车。坐伫车顶，陈琴生愈想愈唔对，家己并无什么伊所讲的迄款的亲情呢，就虽表示讲要落车，但是煞叫对方甲反驳。一声，陈琴生发觉讲可能是坐落残车。后来，陈琴生才知影讲，家己被控牵涉台南美国新闻处的爆炸案。理由是伊惯是读英文的报纸，所以真正去美国新闻处，害伊煞来变做嫌疑犯。那政治单位嘛为了业绩，找对伊家来啊。为了要互陈琴生认罪，伫咧叫关押的几礼拜之内，政治人员对伊起骹动手，拍甲吐血，用大头针插伊每一个指甲旁。这段期间，陈琴生捌自杀几啊摆，但是拢失败。一直到李娥为顶条自首爆炸案，才暂时结束折磨。但是陈琴生安怎嘛想袂到讲，更较大的噩梦要伫后壁停候伊。1949年出生，对嘛吼？啊，伫咧即个时代，你考大学的时阵，吼，本来是有考到英国的即个 Liverpool University， 对嘛吼？啊，嘛有考到咱台湾的即个伫咧台南的成功大学。迄个时阵吼是安怎会选择来台湾？这个过程吼，是讲起来嘛是足莫名其妙啦。讲实在啦，我要去利物浦正有一个高中的同学吼，伊来甲访问啦。伊讲，我要去台湾呢。我讲台湾伫倒诶？台湾的情况是安怎，我嘛唔知影。伊讲台湾读册是足简单啦，啊嘛是伫9月就开学啊。啊，讲我要去英国，就爱明年的正月才通去。我说半年时间的差别咯，吼。所以我就甲伊讲，你会当家申请去台湾读册，我就对你去啦。所以就是因为朋友的一句话，啊，你嘛要做一个有信用的同学，所以就因为安尼，你就来到台湾来留学，所以伫咧即个成功大学来读册安尼。时阵讲实在啦，我讲厝内底人吼，讲我要去台湾读册啦，无一人赞成啦。我讲你要去台湾要创啥啦？你台湾读册读了毕业了以后吼，你的文凭转到马来西亚无路用啦。讲实在，头一摆看到台湾这个所在，我嘛无欢喜啦，无介意啊。看迄种足侪迄个有诶无诶标语哦，满世界拢是啊，讲是啥物国家？我落尾讲喊讲台湾是讲国语诶，我国语就我是足歹诶，我国语拢迄等同即卖迄学生囝3年诶，迄程度尔咧。落尾讲，阮的学长甲讲，有一个所在你去啊啦，吼。我就甲讲迄个所讲迄个美国新闻处啦，啊，我就去遐读册看册，我逐工差不多逐工拢去啦。所以去美国新闻处是去学中文？唔是学中文，我要参考，要看报纸是看杂志是一般性啦，因为无中文我看无嘛，这所在才有，这报纸咧，这个杂志通看，主要是我要用迄个英文的迄个教科书哦来读，我才有当去。
完成我，主要是安尼啦。而且遐个有冷气通吹嘛，有冷气啊对学生囡仔来讲。陈金星哦，有写一本册嘛吼，啊，这就是由这个曹振荣甲访问的，讲我的真相是一个谎言世界咧，伊讲拢白菜话嘛，你知影伊安怎出世的咧？伊就是伫咧白色恐怖发生迄年，1949年出世。1949年就是台湾伫咧国共内战了后，国民党撤退转来台湾，开始抓人，开始杀人的迄年，陈金星就是迄年出世的，所以哦，伊嘛真歹运吼。尾啊决定讲，去马来西亚怡保市，要来台湾读册，才读第3年，就足意外的，无人想会到的，伊就去互掠去。到大学3年，有一天下课了，有一个政治人员来找你。1年3月初3的时阵吼，我上一节课了以后，上尾一节课啦，无上一节课了啦，上迄节课了以后，我就要转去阮迄个我住的所在嘛，伫迄巷仔口就拄着一个汉草足好诶，徛伫遐，伊就叫我业绩叫我过去，伊就问我，同学。借问一下，你捌即个没有人无？我讲那拄好你就找着，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啦。我请问有啥物代志？讲无啦，无啥物代志啦，你毋免紧张啦吼。你有一个亲戚姓蔡嘛吼，即马伫台北啦，伊明仔载透早就要转去马来西亚。但是伊敲电话互我咯，伊足希望讲有甲你见一面啦吼。但是伊无时间来台南啊，你希望讲阮会通带你去台北安尼啦。安尼我嘛足相信伊啊！我讲，遐好康个代志，你就车了以后，我就问伊长官，我就无说带我去食，你要带我去台北要创啥？伊讲你去到台北你就知影啦。去到遐阵，我就叫我坐落来，伊就甲我讲吼，这有笔，这有纸，你好好甲写出来。你伫台湾做了什么代志？我讲我嘛问伊啊。系啊。我唔知影要啥，你要滴啥，你要上无，你嘛爱甲讲啊对。我就安尼坐伫一个桌仔顶，坐要48到50个小时，免去便所，免食饭，免困。袂应该便所，安尼是要便所变咯。就地解决啊，就是安尼尔啊。所以讲，伫迄个过程当中，伊有甲你研究，还是？有甲研究足凄惨的，差不多2礼拜时间咯，甲研究。我研究我会想办法要解决家己的生命。你看迄研究是偌凄惨，你知道？我就研究4届无共研究啊，我就对中国3届要自杀。落尾讲上重要的时阵，我以前吼，我目睭足忝啊，2工嘛无困啊，目睭眯起来就一个甲线吹尾啊，线吹尾了以后，迄种感觉落内底怪怪，有啥物物件落落来，感觉着汗流，我就连去气吼，落，后来拍得落掉，都无去啊。1970年，因为彭明敏伫调查局24小时的日夜监督之下，竟然真神奇去互伊逃走出去。迄调查局真无民主吼，这个代志因决定讲，政治人员决定要制造出来一个或者美心处的爆炸案。其实这爆炸案是拢政治人员迄个制造出来，因为迄阵是戒严社会，炸药迄是军用的管制品啦，所以军事管制品，所以毋是军方人员，也是政治人员，无可能摕到。所以这是是军方政治人员制造出来的一个案件，因为了要报复，报复甲彭明敏案有关系啦，包括甲伊做伙迄个发表台湾自救宣言的这个学生谢聪敏，魏廷条，彭明敏教授有联络的，
作家以后，迄外省的作家旅游，而且拢去用掠去。我先跟你讲到这个复杂这个案件，其实是拢已经有人去打这个罪啊，家己都应该帮你出来，敢是？是啊是啊，研究了以后，另外一组人来讲啊，你讲这案已经破啦吼，起码你才有技术啦。星期的3块，你去洗身躯洗了，我要送你回去啊。我做我足欢喜啊。原本就是原本会当回去啊。对，但是我就车了以后，我发现唔对啊，我讲问伊，唔是要送我回去，我学校，讲无啦，啥人甲你讲？我拄则迄个长官甲我讲的啊，讲无啦，阮为送你回去，我说为什么？案已经破啊，吼，伊是安怎无要送我回去？讲哦，真简单啦，我甲你讲啦，迄阵吼。迄当时，阮伫台南甲你掠的时阵，我就已经决定无准备要甲你放回去的啊。我为什么？我真简单，阮是堂堂正正中华民国的调查局的人吼，我袂当吼，是因咱做唔对代志，掠唔对人嘛。何况阮掠你一个人吼，我凊彩甲你判刑还是安怎吼，阮就会当摕一款足悬的迄款的奖金嘛。奖金，迄奖金时阵是20万呢。若是讲，但是因掠唔对人。煞咧陈金星的案件就介绍吼，是伫咧马来西亚参加共产党，和共产党煽动来台湾活动的马来西亚的侨生，就作冤枉的，连马来西亚办事处的人，嘛拢伫咧替伊找证据，替伊辩护，但是无效，伊原来去用判10几年啊。迄阵我互伊送开的。警卫迄个看守所时阵吼，一工就叫救出来。陈先生，咱应该伫内底小可开讲一下好，来去啉一杯咖啡啦。来去啉杯咖啡啦吼。我就对佢，我就身体已经好啊差不多。好来对佢，来行到军事法庭的边啊一间迄个询问间内底，我陈先生，我们长官说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要把你关起来吼，但是呢，你要帮你登记进行哦。希望你甲我合作写一个阮长官需要的一款的口供。我好啊，只要不要打我，我都愿意配合。第二天转来了，手内底就摕一个文件咯。伊讲陈同学，你紧看咧内底。我开来看，内底看一个名足熟的一个名，我叫陈水祥。我说这名足熟啊，这是阮朋友呢。伊讲伊写了结婚所谓的自白书了以后，伊叫我登到因学校去啊啦。我讲遐简单，你要安怎做？我讲你抄抄嚟都好，抄你名改就好啊。伊的名改做我的名，然后伊的朋友名改做我朋友名，安尼就好。落尾就是这张内底写啥物讲？我伫16岁的时阵，我伫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共产党吼，伫1967年的时阵，来到台湾吼，去到用迄个非法的方式来。颠覆中华民国政府，而达到左手施行的程度了。落尾这个所谓的自白书，就是我去判决的唯一的证据。所以变做公司互人，变做一个共产党，我就变做共产党。我是个参加咱个事，不是拢讲我参加共产党是伫迄个警卫迄个看守所内底参加的啊。伫迄遐立党的，佫是国民党的官员甲你介绍，互你立党安尼。这想起来足啥物足荒谬啊！1971年3月初3，来自马来西亚的少年侨生，伫大学3年第2学期的头一天，坐上政治人员的车，自台南要去台北。车窗外的风景已经完全无同，但是对70外岁陈金星来讲，半世纪进前的这段旅程，又是喊过到有春。如今，搁在搭伫警卫看守所内底军事法庭。不过，免惊，这摆不是要来听宣判，是要来听国家人权园区的大胆志工，讲伊当年伫遮伫感觉爬远的青春岁月。
明知影是国民党自导自演的爆炸案，别人却自称是现行犯跳出来认罪，这是真离谱的历史案件。叫做地狱之门啦吼，为什么叫做地狱之门？当年陈金生就是着衰，后者的案拿来做交替。台面上的人物有知名度，通好来做保身符，但伊啥物都无，规个人袂输汤巴体，倒伫咧肉点顶悬，互人拆食到饱12顿。陈金生12顿的落脚岁月，虽讲只是千万白色恐怖案件之中一寡小小烂散，但是一星一角，拢是一段人生互糟蹋耽误的事实。台湾的人权历史上，确实有真千上万的空嘴，无人是外人，咱袂使放袂记。所以大概是伫个经历遐偌久以后，妈妈煞去找着你，特别是为马来西亚，伊袂晓讲华语，袂晓讲中文，啊，坐火轮机来到台湾，伫个台湾即个所在，地头亲疏，无熟悉啥物人，伫个街路踅来踅去，啊，一摆、两摆、三摆安尼，试足侪摆，都是为着要见着后生一面。讲实在，这点吼，大概讲起来，我心情都有较伫无法度控制吼。其实我伫警卫就有1年半时间啦，老尾就送去绿岛嘛。我妈妈来看我时阵，人已经伫绿岛啊。都有一天啊咧，伫绿岛时阵，感觉赶落来找我，讲陈某某你身躯需要清一下哦，还是查看要清一下啦，有人要甲你接见啦吼。我问伊什么人，你去看你就知啊啦。啊，你一个月互我唔知影，我感觉可能你找唔到人哦，无可能有人要甲我来看啦吼。讲我无要去啦，我讲你对我出去就对啦。安尼我就对伊就行到迄个绿岛迄个接见室咧大门遐，我看到伫对面角遐有一个老伙仔徛伫遐。我妈妈哪会来到遮啊？无可能代志吧？我对我妈妈印象唔是安尼，我离开马来西亚时阵，妈妈是一个足有气质的，足青春的。对啊，但是看到这都唔是我印象中两个妈妈什么就是是安怎啦？伊就搞挂把这块拍一个，你紧也就叫你妈妈过来接，你时间足有限的啦吼。就我妈妈坐伫迄个椅仔顶，我嘛坐伫遮。我看到妈妈你伫遐甲我看，我妈妈讲一句：你好无？客话啦吼。我感觉我嘛是用客话讲，我很好了哈。我就讲，我想要讲，我是冤枉的哦。讲你安尼年就收听伫这上，不能谈案情。我心里讲，我无讲案情，我妈妈是不是来叫想要了解我到底做唔对什么代志，和中华民国政府甲规遐久。我妈妈应该是想要了解这点啊，我唔讲这拢要讲啥啦。我哋看着我妈妈，我唔知，我一句话嘛讲袂出来。我妈妈伫直甲看，我就直点笑。落去无偌久，刚决定怎你时间剩一两分钟久啊，你无讲话，你妈妈就要离开啊。我向我就想起这句，我讲妈妈，请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请你好好保重。你家己下嘛会好好照顾家己啦。我答应你有一天，我一定会活伫回去马来西亚，甲你团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安尼尔，我做一句啦。讲了这句，我就马上讲落去啦。我就看着我妈妈，我就看妈妈伫这流目屎，我要控制家己，我足侪话想要甲妈妈讲，但是无时间啦。看了我看着妈妈，伊就忽然间，伊手伫搭伫玻璃窗仔内底。我看着我妈妈那种，我妈妈一定想要甲问一下，是毋是这人是毋是真正活的？我嘛甲我手安尼甲隔迄玻璃窗仔咧，只手对打一下，我水甲有一个乱流对妈妈手内底透过迄玻璃，但是我是规个身躯受起来。我妈妈好好的保重身体哈。
安尼尔，讲了无偌久，时间就到啊。伊讲妈妈要离开啊，我看你咧，我你直看，直看，我妈妈行到看袂到妈妈背影了以后，我就是真正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啊。我伫咧坐伫涂骹，我伫咧开始哭啊，哭咧说足大声，我一世人毋捌安尼哭过。安罗伊感觉看就甲安慰哦，不要哭啦，你答应你妈妈的事情哦，你就要做到了。我也知道你很多事情很委屈了，我们都了解了，但是我也帮不上你的忙。从小我人生上痛苦就是迄阵，我妈妈失望，我妈妈迄个一个许多人，妈妈只是就唔甘你的。是啊，阮伫细汉，妈妈一手甲团一大汉，我是迄个上校读册人，因为规个希望拢伫阮身，我也是决定，结果我嘛互妈妈失望。啊，这点我到这阵我嘛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讲实在，我真正到这阵我嘛无法度原谅我家己。落尾就是总算是出家啊，出来了后想要回归社会。也毋过你伫咧马来西亚，甲伫咧台湾拢无身份，安尼踅来踅去嘛无即个咱种工作前景，而且佫去互咱的即个社会拢无接受。迄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即个想要报仇的即个决心。迄个时阵是心内底咧想啥？唉，讲实在，12年的冤家吼，真紧就过去啊。1983年。17年，我时间到啊！透早就一个少年的干事，甲他带到大门口，放伫咧就说：“你可以走了。”真正是绝望，而是安怎啦？我伫台湾无亲无家，我要去倒就好了。对迄刚开始，我就变做一个无业游民，变做一个无家者。但是我拢常用收着，我安尼就嘛是毋是办法啦。所以讲，我就去收着，讲有一个所在，通请我迄个身份证嘛吼，我就去迄保安路花路迄个辅导室啊，想甲办迄身份证，讲会使，好啊，我甲斗相共。落尾讲一礼拜我去，讲你后礼拜才来啊，即嘛伫申请过程当中，我后礼拜佫去讲你下个月才来，因为很需要时间，因为你的身份很特殊。我讲好啊，后个月讲他说遮有3000块啦，你摕去收多一日啦。我好我摕即届2届。第3届了以后，差不多半年过啊。我讲我无爱阁摕你的钱啊，你身份证唔好啊，你互我3000块要创啥啦？伊嘛是共款1年过去啊，1年半过去啊，我实在是挡袂牢啊，心里来就足艰苦啊。我毋是阮着无所在通食饱，还是无头路，毋是即个，我是讲我精神上压力哦，真重，因为。阮厝诶人拢知影，我已经离开啊。为什么我无要转去马来西亚？讲因为政府毋互我转去。我想，愈想愈毋对了，安尼自然就产生一种负面的一款情绪哦。讲好，你无要互我嘛无想要互你我来去找一个看卖，就靠他找到一个甲迄阵迄个所谓加害者无吼。我就听一个伊就甲讲，迄伫迄新店迄个中央新村的附近咯。我透早我落去啊，踅来踅去，拄好走半个月左右，佫拄着一个人，足面生，迄什么人？伊是迄个新秋我迄个小组的组长。我一天我就准备好啊，我就摕一支迄个水果刀，较重的水果刀，3个星期顶我都走去啊，来执行这个任务啊，然后我就拄行，佮行到一个庙，小的庙，透早我在坐地啊，我嘛唔知影我在坐地啊，庙主啊，我就走出来甲我问，施主，看你一脸不舒服，很忧郁，我就甲伊讲，我要做代志。迄个庙主甲我问，就我问你2个问题啦。我第一问题，我好你问，我讲你伫一家时阵吼，你伫艰苦时阵，你心内底上思念是啥物人？即届吼，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万一互你成功吼，你想想世界上上痛苦的人是啥物人？无意中当然是阮妈妈啦吼，就安尼好，施主我问完了，你知道就好，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要如何去处理，你家己决定。无了时间到啊，4点痛啊，我就对他行出来，拄看你落车，伊嘛毋捌我是啥物人啊，我真正要甲他时阵说，我就有一款足奇怪，就听到是不行，不可以，你写到安尼滴甲哭，
啊，我们真就晴天霹雳，我说啊，就定应该吗？我应该想做吗？我得了，我就下就想到我妈妈一阵，啊，为了妈妈忍耐吧，啊，就安尼就在这个关。所以伫迄个过程当中，就是放下。你心内底迄个，你放下迄个，真正的放下，迄个魂，迄个万魂嘛，拢放下咯。嘛是因为，就是伫个灵性的迄个遮尔拄啊好，迄个关键的时间点，你去听到即个比如讲的一寡话，啊，你搁豆豆啊去思考，啊嘛是伫个即个灵性最关键的时阵，是安怎你重新开始振作起来？即个代志了想开了以后吼，好运就来啊啦。啊，身份证佫无偌久就摕着啦。啊，摕着了以后，我嘛去共款去申请迄个头路啊，但是嘛是无人甲插来，3工5工哦，差不多1礼拜了以后，迄个头家就会甲讲啊，我有法度请你啦，因为阮的压力足重的啦，我就知影压力上面来自何方哦。但是真好运啦，1987年了以后吼，解严了以后，迄阵都好。迄个小蒋吼，就讲会使互迄个老兵吼，就转去探亲嘛吼。迄阵因就阮看着爸爸讲，伊嘛有一群人，要去转去云南要探亲，问我会当斗3工无啦。就安尼，好，我来，我想咧，我有机会出国啊。我有机会出国，1988年我就带阮看的吼，迄阵是朋友吼，来看的转去马来西亚，对，转来了以后。我就足感恩，阮即个看的，伊看到我真看到阮兜的人了以后，伊人接受我，因厝的人讲，阮应该爱结婚啦，啊，就是安尼啦。啊，我做落尾我问阮看了足大胆的，足戆的。啊，对我安尼对头开始足艰苦的。一世人我上大贵人就是伊啊啦。讲实在，我世界上2个查某囡仔，一个是阮妈妈啦，上失望的一个妈妈啦，但是我对。照顾阮健康哦，我将我对妈妈的爱，全部转互伊啊。敢袂使问看卖是安怎熟悉那个人？熟悉是主要是因为因爸爸伫开始伫咧林教授内底做工友啦吼，我对爸爸是熟悉。伊爸爸嘛是一个好心的人，爸爸妈妈拢真好啦吼。迄阵嘛知影我伫林教授是无所在当。可能袂晓就转去马来西亚吼，伊讲你无法度转去，你就来阮兜住。我真出来了以后，我嘛去因兜看，但是我发现讲因兜内底有3查囡仔，前男人3大汉查囡仔咯，都亭亭玉立咯。我想话这所在无适合我啦，我就宁可去外口流浪吼，我也无去招摇因啦，都安尼。但是唔知影就是。这就是讲姻缘的问题啦，行来行去。而且人爸爸已经甲你上着要带你做竞赛，我唔敢讲，要甲招你来做竞赛。我是唔敢讲这句啦，爸爸。其实就是伫2000年以后吼，我虽然离开文建会，但是我甲即个台湾游艺的即个周启明先生做伙伫参与吼绿岛人权园区的相关的一寡导览方面的训练课程，啊，所以嘛有伫找政治志愿者坐落过。伫个火烧岛关过的人，啊，送表达能力较好，啊，较会当吸引即个少年辈来听。其中想到讲马来西亚的侨生哦，陈金生哦，伊是一个真特别、甲真适合的人选。第一，伊的英文真好，啊，对于贸易的即个帮助真大，尾下生意嘛做得真好。啊，这迄落了后，伊开始慢慢。伊也接受了讲，倒来国家人权博物馆，过去关过伊的所在，伊去遐来遐做导览的工作者，
导览人员，这点伊做得真成功。尤其是伊毋是干那伫遐拐过啊，伫遐火烧岛的绿洲山庄伊嘛拐过，所以若有外宾，伊拢用英语甲因做导览连去年来的这个美国的议长佩洛西嘛是伊导览的嘛。这是啥物所在？这个是军事法庭，就是以前我伫遮1971年的时阵，可以审判的所在咯。迄当阵你几岁？我迄阵我迄年我迄阵是21岁。21岁嘛是足少年的时阵。少年，我是伫大学是3年半。迄当阵你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唔知影，其实我来到遮我嘛唔知影啥物代志。我因为伊嘛甲我骗出来遮，我以为是我无代志，会当放倒转去啊。其实我互伊骗，我伫台南互伊骗起来的时阵，伊嘛有甲我讲啥物话面。大概来到遮所在，心内底就一个压力啦。这压力咧，互我生气。意思我面对迄个法官的时阵，款的恐怖迄款的印象，也自动会出现伫我头壳内底啦。大概来到遮了，当时我就为了讲袂出来啊！这对我来讲是真困难的所在。但是我足爱来遮讲故事，因为我故事爱直接讲，才有迄个感觉。去听人才会真直接真正讲话有才感受到。你当阵你是安怎面对即个法官的判刑？因为以前我是互伊死刑起诉啦，来到遮你是啥物心情来面对？你可能会互伊判死刑的关呢？你敢会当甲阮介绍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就是以前迄个审判庭啦，大上就是5个人啊，除了3个法官了以后，一个主审法官，迄个陪伴法官其实因无任何权利啦，伊个判官来决定因咱拢无法决定啦，伊是一个傀儡啦，迄傀儡性质，咱的判官迄个长度啊，是说全部是一个人去决定，就是伊做的总统去决定，所以咱的判决书。审判了以后，要送去总统府，互伊去批了以后，再下审决定，就是安尼啦。所以讲，以前就发生足多代志，莫名其妙啊。本来是判15年的，后尾就改个死刑，足少就玩弄到来枪杀。我来带你去看，我伫迄阵判决了以后，关伫遮1年半的房间。这个厝，这间大楼是叫做仁爱楼。仁爱楼是1968年的时阵起来的中间部分是迄个所谓行政中心啦。我后壁迄个应该是工厂啦。对这边头前迄个围墙过去都是阿房，真正阿房。这个所在上人所关了上侪的时阵，差不多是500几个啦。500几个。关伫遮人大部分拢是迄个还未判决定的人，伫外口。接受了迄个完成迄个啥物所谓侦讯期间，伊会上来遮等待起诉。起诉了以后，就会出庭迄个审判了以后，就判决了以后，一部分人会去迄工厂里去做事啦。但是1972年的时阵，因为台湾事件所以关伫遮人所有人拢送去离岛去啊。但是我感觉最重要的，因为甲搁较少年的人讲，进前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是。伊经历过啥物代志，互因知影。这个就是支持我继续讲落去的上重要的一个力量啦。我这间就是我住1年半的 VIP 房间。你讲是 VIP， 但是迄当阵是一间。我即马就是用 VIP 这3个字来呈现我伫这房间内底所受到迄款的。迄款的无共迄款待遇啦我伫即间房间内底1年半的时间，这生活是足艰苦，讲实在啦。就是算哥，这几十年来你愈讲愈侪，就是甲足侪人介绍台湾的过去。我想要请问你，就是这个过程内底，你敢有经过啥物款的艰苦，还是有就？会当欢喜甲少年人分享。其实讲起来
对1988年我结婚了以后吼，我就决定我无要去提起过去的款的痛苦的款回忆啦吼。但是2009年啦，我就接到一通电话啦，就是迄个叫做真相促进委员会啦吼，林思怡老师来访问啦。迄阵了以后吼，我逐暗咧做噩梦。但是2-3礼拜平静了以后，就曹青龙学弟佫找到，佫打电话互我，意思讲我无逼你啦吼，你去看卖啦。我真正来寄，佫要做，但是唔敢入来。上尾一届我就伫迄个闭门遐拄着一个老岁仔对内底出来，我就足好奇，我就问伊：老先生，你伫内底创啥？你讲我伫内底讲故事啊？你讲啥物故事？讲我以前伫互迄个国民党迫害迄款的故事啦，我反应安怎？讲真好。少年人听了阮的故事了以后，反应拢足正面的啦。我足有价值。我伫遐讲，我以后拢会继续讲这故事。对遐开始，我就讲，我就想，我较少年，我以前才60通岁呢，60出头尔呢。伊遐老岁仔，拢80岁的人都会当出来，我哪袂当？我讲，我一定要克服这个痛苦压力，我嘛是爱讲落去。对遐开始，就收到一个邀请，就来遮讲故事啊。讲了故事，讲实在啦，嘛是共款痛苦啦。嘛我痛苦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到每一届讲故事了以后，提起过去款痛苦的回忆了以后，阮心内款的精神上的压力哦，一届比一届减少。你事实上来讲到即阵已经讲12年啊。讲12年了，我即马讲故事，虽然讲伫痛苦的所在，心内底阁有挣扎啦，但是伊袂阁影响到我平常的日子啦。我是感觉到啦，就亲像迄款的所谓心理学家所讲的款的创伤疗愈。你内底心内底压力讲出来以后，迄款的痛苦来减少，就是渐。我即阵我讲故事，我因为是我的责任，是教我的责任。要继续不断讲互少年的台湾人听，互去了解过去迄段时间所发生什么代志，这社会才继续平静，继续你通继续享受你即马所享受的民主与自由。胜哥就是你带足侪人来参观遮，但是你家己敢有带过家己的厝内的人来遮？我囡仔大家拢捌来遮。啥物时阵？大家拢来，就不是拢我有时间我就带伊来。迄阵阮大汉查某囡仔伫读中央大学时阵，我就带伊来啊。伊对我故事是足认同的啦。迄阵我有写一寡有诶无诶吼，伊会摕迄个物件去到中央大学摕互教授看。迄教授看，伊佮甲同学分享，阮爸爸是安怎一个什么人，伊是感觉讲伊足骄傲啦吼。我爸爸无做啥歹代志。就是即马做代志，拢对台湾有帮助，所以讲伊种感觉足荣幸啦，迄款来志吼。阮细汉的囡仔迄阵也嘛是读高中，我就带伊来啊。我查甫嘛，我嘛带2届、3、4届来遮。即马开始带阮孙仔嘛来遮。我无啥物好暗藏的所在，我互伊知影过去我即个人捌做啥物歹代志无？我捌做啥物代志无？有互伊了解就好啊，就是安尼尔啦。但是你会当继续甲厝内的人讲嘛？会当继续？会啦，我会继续不断地讲啦，讲到我无法度讲为止啦。我嘛是讲有一个对一个有一个承诺，我是讲我袂退缩啦。不管是安怎台湾安怎吼，我拢袂退缩，我会个行到上尾一口为止啦。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代志啦。即摆我做的代志。迄个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成立时，我就讲好，伊找我讲，伊在当啥讲好，就毅然决然，我就讲转进我就到你家来啦。阮厝人拢知影啦吼。开始阵迄几年，阮看的是较保守啦，较无咧接受这个，但是伊拢知影我故事，伊嘛足放心我咧做我做代志，我甲伊讲我做代志，毋是啥物歹代志啦，我讲对这土地有帮助，我嘛是想要回馈这个社会啊吼。讲你落去做啊，这几年阮囡仔拢大汉啦，从细汉拢毕业啊，拢食头路啊，我有时间对我出来。
都是安尼啦，一直行过来是都是一直就安尼足顺的啦。我嘛足感谢个国家人民博物馆吼，甲文化部吼，伊拢足支持我，足信任我的，让我很心满意足啦。我是讲这条路我一定要行落去啦。这嘛是我有答应蔡昆林前辈的一个承诺吧吼。伊90几岁的时阵，我以前就甲讲吼，伊讲吼，我要退休啦吼。我已经做20年，你嘛要继续对我后程要继续做20年，我好。有我一天，我就做一天安尼啦。伫个你的这本册内底吼，就勇敢的甲你过去的遮个人生的故事拢写落来。我嘛有看到，就是内底有你甲蔡昆林前辈恁的这个斗阵翕一张相吼。当然，恁两个之间的这个交情吼是足亲的啦。你为伊的欣赏，除了就是伊甲你讲的遮个话，你甲伊的约束以外吼，你伫伊的欣赏看到伊啥物款的一个咱互咱感觉会当学习的所在，足多啦，讲实在啦，迄是一个改变我后世人的一个长者哈。我对身躯顶都看到伊足温柔的款了，充满爱心的一款的，吼，从来毋捌讲付出。要求回报的款心态吼，伊嫉恶如仇吼，伊当时讲到伊的有的一个朋友伫一家朋友莫名其妙，互伊本来是判监禁，落尾互伊判死刑，出了以后，一直想要甲还原真相吼，每一次讲到这个代志，伊就会情绪就无得控制啊。要讲一个是足重义气的一个人吼，讲实在啦，伊嘛是不夸张。足低调的一个人，这拢是我要学的所在啦。一个做个辛苦，全部拢是优点，我看到拢全部拢优点啦。伊对朋友嘛是共款安尼啦，一直拢足支持我的。而且爱传承这个故事，传承大家人人生的这个所遭遇到的这个代志，传承互咱的后一代知影呢。所以伫个这个过程当中，拄啊，咱会听到咱。新哥讲伊的这个人生的故事内底有足痛苦的部分，但是你每一摆关键的时阵，虽然讲差一点点啊，你就要行去迄个另外一个方向，但是你拢选择去救赎你家己。啊，这到底是因为啥物款的原因，还是讲你会当分享看卖，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议题，核心的这个精神是啥物？其实开始时阵，我伫互伊判12年的时阵，我实在是无法度接受，我真正是放弃我家己的，你知影？落尾去到绿岛嘛是有2年的所在，差不多我嘛共款，我嘛无要甲任何人讲话，我嘛无要出去拍日头啊啥喏，我拢共款，迄阵心情是一潭死水啦，我根本就对于我未来无啥物希望啦。但是即马有当时想起来吼，迄阵吼，我搭去送去绿岛时阵，阮房间内底有10个人嘛吼，剩的9个人，剩的9个同难友吼，我大概拢坐伫迄角仔边啊，我无要讲话啦，就伫遐一人啦，毋知影创啥就坐伫遐咧，就等死共款吼。但是因拢，我就感觉讲因拢袂放傻吼，伊会轮流来。坐伫阮头前甲我讲，有诶款诶话，对，讲一寡有诶无诶刺激我有回啦，我鼓励我有回啦，但是我拢听袂落去啦，听袂落去，落尾有一天吼，伊就强迫我去外口去食鸡了，毋知影我食一年尔，我就倒伫涂骹呀，因为我身体已经袂堪啊，足歹啦，倒伫倒伫迄刹那吼，都足奇怪。人生内底，你就感觉到，伊个声足对声，就是内底迄几个人啊，声直甲你，我就想起因甲讲迄款有诶无诶话，我想想咧，都是很突然间，我就感觉，我真正要死伫遮，还是我要重新站起来。我想想啦，我应该站起来，我任务也未完成诶。这阵人我拢知影，伊啥物人我拢知影，我对伊拢有印象的，但是伊拢无伫啊，拢查走了啊，剩一个1-2年然后所以当想起来嘛是艰苦啦。落尾段时间内底足奇怪，每一届拄着一代志时阵，都有一个人就会出现，是啥物人？我妈妈。就是我妈妈一直甲支持，一直甲支持。我随着我妈妈，我就感觉我足内疚，我每个互我妈妈失望啊！我应该徛起来，徛到
在啊，好做好慢慢看。我唔是一个遐简单就好了拍倒了。慢慢，好，我做到了。因为台湾对你来讲是一个应该是无法度一两句啊话就会当表达的一个所在，所以你用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去救赎家己以外，你嘛来救赎这个土地，嘛救赎这个国家，伊未来伫个民主化的过程当中，转型正的过程当中，会当行了更较在，更较顺吼。所以上尾啊，就是要请新哥吼，你有啥物话要甲咱台湾的少年囡仔讲，还是讲甲咱台湾社会来用一个，就是讲你家己人生，你最后选择一个救家己，啊嘛是救赎你家己的人生以外，救赎你身躯边吼所有甲即个白色恐怖有关系的灵魂，你有啥物话要甲大家讲？其实我嘛讲出一个，大概我伫分享结束，我拢有当讲，少年啊。你爱记忆心内底，你听几咱的故事了以后，你爱应该要有一个感觉啦吼。你即马伫享受的民主甲自由吼，毋是啊，毋是天上掉下来的吼。你嘛知影有一群人用伊的现实、伊的自由的时间换来的，你无珍惜。阮就希望讲，你会通用你家己的迄个智慧啦，用家己的方式来爱这个土地啦吼。万一阮有伫的时阵，我嘛希望你会当，恁一群人会当继续讲落去吼。哦，较侪人知影，阮这个土地、这个国家是毋是遐简单，就互人拍倒的啦。咱有爱有志气。然后认真地活下去哈，我需要自卑，来用你的勇气去接受这个挑战。对，差不多是安尼啦。咱今日真感谢吼，咱的新哥来到这来甲大家人做分享。谢谢。啊，望咱台湾的社会会当为新哥的这个故事内底，会当找到家己吼，当大人的这个转型正义，当大人之路的这个较行落会当更较在。谢谢，谢谢。阮两个这规世人为着台湾这继续进步这个吼，我一定要努力到底。你讲吼，要这20年、30年以后要做咧，超过我要求的。无啊，你即马就超过30年。出身伫高雄汉语世家的李顺发，本地伫盐田生理做了好好，却无丢伫受到牵连，牵涉到国民政府伫北部落区的屠杀。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后一集咱来看李顺发的故事。